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拼经济，和大商愿意回来台南投资，市府持续改建新的旧的工业区，亲像安南区的新的工业区，就是一个真好的典范。因为开发甲招商公布，目前已经有120间厂商来投资进驻，预估年产值高达380亿。上澳工业区的服务中心嘛落成启用。新界工区伫104年9分开始开发，已经创下3项全国第一，包括先做后买、片面土地囤积。另外，就是开发甲招商同步，大大缩短厂商建厂的时程，以及污水零排放等产业的新风貌。上澳市长吴伟哲嘛特别出席服务中心的落成典礼，以新界工区的典范为例，对着厂商回国投资，一定是无障碍全力协助。大家都知道，信义工业区对台南市来讲是一个新的模式，也就是说，厂商建厂跟基础设施的这个建制啊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做的，因此呢，对于厂商来讲，它的这个投产的这个时程就变得比较短。也就是因为这样，能够让厂商他能够掌握商机。那我们觉得，其实对市民也好，对厂商也好，对于这个园区也好，整体我们觉得这种开放模式是值得鼓励的。那非常感谢我们赖前市长、李前市长接续的努力，让信义工业区不仅是如期如职的完工，而且是可以说是提前超值的完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会中经发局长郭亚梅嘛伫服务中心的落成典礼上，对着开发商和投资者会当如期完成建厂致敬感谢状。同时嘛强调，目前园区的道路已经全面开通，而且已经有120间厂商投资，有64间建厂当中有9间营运，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80亿，开创台南经济新的发展。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19号来到台南市举办请假了后第一场的造势大会，甲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吴敦义3人共同展现国民党大团结，支持者嘛手举国旗，将会场刻甲满满满。韩国瑜伫请假过后的第一场大型造势，就选伫台南的水平稳公园。暗会一开始就由着国民党内6位立委候选人，以上台向民众发声。接下来就是由着韩国瑜甲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共同进入会场，也让现场的气氛进入第一波的高潮。侪支持者拢手提国旗为韩国瑜来加油。各位，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惨？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损伤中华民国的主权，大家说对不对？对。他老是把责任推给中共的打压。我请问大家，过去几十年了，哪一天中共没有打压？为什么别人做总统8年只丢掉1个邦交国，他就做总统会丢掉7个？是他无能啦，对不对啊？对。明年1月11号，这3张票都要投得对，投得准，而且让中华民国屹立不摇，好不好？好。第1张票是选总统的票，大家同心协力，写给韩国瑜当选总统，好不好？好。好吗？好不好？第2张票是要选区域的立法委员，让我们同心协力，把第2张票投给中国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好不好？好不好？区域的立委总计79票，
还有34票是不分区的立委，这要靠第3张选票，叫做政党票。请大家目睭看紧，瞪落要健康，瞪好中国国民党，好不好？好不好？韩国瑜伫地处的时阵表示，希望台南的民众即届会使为家己来投票，重新予国民党一届机会。地处结束后，也甲民众共同合唱《中华民国颂》，现场热烈滚滚。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台南乡亲，够了，已经够了。你们挺民进党已经挺够了，你们已经给他几10年的支持，够了。今天交出这种执政的成绩单，够了。2020年的选举，各位咱英勇、勤劳、认真、善良的台南乡亲，这一次选举，为我们自己选好不好？好！就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我们自己支持自己一次。我们台南乡亲要用选票告诉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认真的政党必须下台，鬼混的政治人物必须下台，贪污腐败的政党必须下台，对不对？会后，韩国瑜伫离开现场的时阵，也被不明的人士等鸡卵。虽然无弹到，但是也让现场的韩粉非常不满。对此，警方也表示一定会来抓到凶手。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来台南造势，结果发生被不明人士等鸡卵的暴力事件。上午南亚议员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暴力，嘛表示因会当选择原谅，不过一定要知影暴力的真相，要求警方追查到底。19号，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来台南造势晚会结束，最后被不明人士等鸡卵。面对该项选举暴力，这位参选人林彦竹、蔡淑慧、离党团发言人王家珍等这位党籍议员陪同，公开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会中并且以报送暴力的行为，进一步将箭头指向民进党，批评伊佮讲是家己人自导自演，表达不满。议员蔡淑慧买家己的海报被人破坏经验，要求警方一定要彻查到底。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韩总他讲了，警察同仁很辛苦，请警察同仁呢不要再查了，希望说下一次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哇，这一句话一丢出来，民进党的候选人就说了，不，一定要查清楚，不要像说监视器的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有选举需要选的这样子的，让民众看得非常的难过吗？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再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真的，我想不要挑战警察的公权力。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你们一定要坚守你们应该尽的职责，要去彻查清楚。像我这个小小的看板，你们都想要用所谓的施工不良来结案，我们一定要彻查清楚，到底报名是谁，查出报名是谁，我们可以选择原谅，但是警方不可以不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这是我一个候选人的立场。对此议会大会期间，拄好是警察局的业务报告，议员王家珍嘛要求局长坚守行政中立。面对这款针对性的选举暴力，虽然韩国瑜以爱甲包容讲唔办，不过强烈质疑警方到尾办。针对性的境外人士来，符合当权者的需求，就变成暴力犯罪。所以类似这样子的 case。我们要拜托局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台南乡亲都是善良的，都是有理性的。可是可恶的政党，不要在后面塞狼。针对这个暴力的事件，是大家都是同声谴责的。我们警察局也绝对是不容许有暴力的发生。有暴力发生，我们一定是就办到底，一定要维护我们整个选举的环境的安全
跟市民投票的这个权益。不管是弹机能烧选举海报，还是破坏看板，都是违法行为，要求检调戒日和事件赶紧水落石出。台南新闻阮志玲跟采访报道。空军台南基地19号开放参观，现场展示侪国军的装备，甚至佮安排战斗机空中操演。因为机会难得，吸引真侪大人甲囡仔前拢参与。透过这款有意义又佮特殊的活动，就是国防教育。在 IDF 战机冲场表演后，就为空军基地开放揭开序幕。为了让人民更加了解台湾的国防实力，国防部特别安排了一系列的国防资讯之旅。台南空军基地开放也是台南甲空军唯一的一场。主办单位也安排了侪精彩的表演，除了空军一队的操枪术以外，重头戏就是各种战机的空中操演，让现场的民众拢看得非常的认真。风车轮转，所有队员们必须保持高度专注力，精准走位，并发挥良好默契，才能使不停转动的风车展现不一样的美感与生命力。但是任务的宗旨就是抢系统的他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准备一举就位，在高度看不到3米的前方，交叉突破。因为机会难得，所以也有来自台北的民众特别开车到台南，就是为了欣赏咱国军的装备。也有大学生特别穿咧学士服到场翕相纪念。因为平常都很喜欢飞机，还有包括军事这方面，所以今天在台南基地的营区开放呢，特别过来参访，那也带上了学士服来拍照，留一个纪念这样子。第一次有机会有这么近距离接近这种军机啊，那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多参与这样子的活动，让小朋友从小灌输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这样子。现场也有侪家长带咧小朋友做伙来参观，甚至也有小朋友打扮成为军人的模样，希望未来会使成为保护国家的一份子。他姐夫是在这边当飞官，那他小时候就喜欢那个飞机，然后在天上的那个什么，在有战斗机在飞的时候，他就很想，姐夫是开飞机，那我想到今天是在台南。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在网络上跟他买这一件衣服啊，好像就给他穿来这边比较特别一点。那你今天来参观，你觉得这样看起来你觉得怎么样？我很兴奋啊，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啊。我喜欢这里，因为我喜欢那架飞机，因为我是属老虎的，然后我一定会打扮成这样，因为我想要当军人。市长杨伟特也无错过这难得的盛事，伊致辞的时阵表示。希望来参观基地的民众，接续落来会使到台南各地行行看看的。市府也有提供相关的旅游资讯，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充实的假日。为展现国军壮盛军容以及建军备战的成果，增进与民众良好的互动，激发全民国防意识。在这场活动中，有 IDF 幻象2000、F-16等各型军机以及武器装备的地面展览，以及雷虎小组精湛的战绩，更是国人的骄傲。等一下，雷虎小组就会出现在各位的面前。同时，现场有许多来自各地的乡亲好朋友，欢迎各位来台南，欢迎各位来到台南基地。台南市政府为让这次活动能有更丰富、更多元、更结合军事元素与地方特色，规划有基地台南周边的建议旅游，希望各位可以到处走一走，附近的奇美博物馆以及许多的名胜古迹。都美不胜收，一定让各位不虚此行。除了空中的操演以外，现场也展示了侪地面武器甲直升机，甚至也安排玩游会，让每一个来参观的民众拢大开眼界，也算啊非常的欢喜。透过台南空军基地开放的活动，让国军甲民众拢有良好的互动，增加了全面的国防意识。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市108年联合婚礼11月2号将伫基美博物馆登场。为了让参加婚礼新人会当更加了解动工活动的流程，市府民政局特别举办新人说明会，要予因一个梦幻完美的联合婚礼。伫基美博物馆所举办的台南市联合婚礼，因为具有特色的建筑物，互婚礼充满梦幻的气氛，所以吸引了全台湾侪侪准新人参与。今年也将要伫11月2号再次来举办。为了让参与的新人拢会使更加了解活动的过程，民政局也特别伫19号举办新人说明会，同时现场也特别安排家庭教育中心的讲座，希望帮助新人打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一共有80对。那我们年纪最大的就是57年次的，那我们是非常我们今年来参加的全国北中南各县市都有。甚至连离岛、金门、连江都有，他们都来参加。我们非常谢谢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的哈。那我们今年活动地点，我们的联合婚礼的地点还是在我们的奇美博物馆，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哈。那可能是新人对这个地方也蛮憧憬的，所以我们是在下午举行。那下午的又加上那个什么夕阳下来，非常漂亮啊，所以新人非常向往说能够在那边举行婚礼。这届参与的新人当中，除了有台湾本岛的以外，也有来自金门甲连江的新人。参与的新人当中，有真侪人拢是伫台南生活过，非常喜爱台南。因也认为伫基美博物馆举办婚礼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代志。主要因为我是台南的，然后爸妈也看到这个活动之后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希望我们来参加，然后就报名这个活动。对。然后因为其实一般朋友间好像也很少会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就觉得它蛮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就想说就一起来参加看看。对，因为去年家里的表姐有参加过，然后就是觉得还蛮美的，然后很有纪念意义这样子，所以今年我们刚好有报名到这样，因为其实真的蛮特别的，对啊，我会觉得它比自己公开宴客还要来得特别，有纪念价值这样。参与联合婚礼的新人，市府也将会送上优质的贺礼，期待新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如果有参与联合婚礼甲新人说明会的新人，现在到年底之前登记结婚甲身份证的换发拢是免费的。市府邀请民众伫11月2号共同到基美博物馆为新人献上祝福。台新闻广播采访报道。
百货公司周年庆大战正式开打，其中位伫后火车站的老牌百货，因为今年刚好是企业70周年庆，所以特别大手笔回馈消费者，推出消费满额可当抽汽车大奖。原版周年庆 ，Go Go Go！ 气势满满画出周年庆口号，宣告百货周年庆大战正式开打。为伫后火车头的百货业者，为了刺激买气，除了规划商品折扣以外，当然嘛有各项满千送百优惠。同时，也因为要庆祝集团70岁生日，结合这次百货周年庆的活动，佮大手笔推出消费满额抽汽车的超级好康，要来回馈给消费者。这是台南大圆百周年庆，适逢远东集团70周年，我们推出了比往年更具爆炸性优惠的商品跟活动。那我们除了化妆品内税2200，那百货是5500之外，我们还有在10月10号开始之后，男女同8800再加送200。那另外在苹果的手机，我们1万也再送6%。那另外我们大家电1万也送1000。还有我们在消费2000块就可以再抽我们的纳智捷的 S3的一个汽车。所以今年的整个优惠的状况比起往年呢，更加的好，更加的棒。那我们相信，在今年的周年庆的业绩，我们完全能突破去年的一个高峰，再创今年的一个佳绩。除了专馆有促销回馈以外，使用指定信用卡消费，还有另外好礼相送，民众不妨趁着这次周年庆期间去行看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百货业者上届重视的周年庆陆续开跑，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今年迎接5周年，特别推出高达18%现金回馈。21号下晡举办盛大的誓师大会，由着主管带领员工，目标突破11亿的业绩。周年庆是每一个百货公司的年度盛事，今年为伫东区的百货业者迎接5周年，为了让台南的消费者上丰富的回馈，业者特别推出高达18%的现金回馈。专馆也有满5000个送500，同时也有侪店柜提供丰富的优惠。21号下午也特别举办誓师大会，希望会使冲破11亿的业绩。业绩超标，无与伦比。今年呢，步入了第5个周年的周年庆。这5年来呢，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都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跟建议、跟鼓励。那我们今年呢？在全馆的优惠里面呢，总共呢加起来有高达18%以上的回馈，这包含了我们各个分类的楼面的加码，我们的买千送百，以及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新兴的集点的这些，甚至有5倍送的这些集点，都是在台南是独家，而且是最优惠的。那我们在上个月呢，也有几个楼层做了改装，包含有 V1、有2楼、有3楼，改装完的这一些品牌们呢，也都一起了推出，为了这次的周年庆，有做了更大的加码。那另外呢，我们的化妆品，因为品牌很齐全，所以我们也有针对5周年呢，有推出了一个买1送5的活动，买1瓶送5瓶的这种特惠的限量组，以及呢，买一瓶就送500元的这些礼券。那这些呢，对我们整个台南市的市民，当然不止台南，很多的我们的忠实的消费者都是很好的这些回馈。我们希望说，今年我们的目标11亿是顺利的达标，那把最好的优惠那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除了侪现金回馈以外，业者也有推出收集爱心的活动，只要消费满1000块，就会使得到一个爱心。收集到指定的数量，也会使换抵用券顶好礼。同时，现在只要摕会员卡消费满额，就会使换限量的好礼。想要抢办伊的民众，嘛莫错过这个机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袂凉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